我哋入正題，聖經，尤其係新約，講到個人聖靈體驗時，有個問題成日出現：聖靈啲恩賜同超自然事工，好似醫治、釋放、先知預言、知識言語，究竟係早期教會先有嘅強心針，定係信徒一般嘅日常經歷？基本答案係呢啲應該係日常經歷，但每個人性格背景都唔同，有啲人天生比較容易感受到神嘅工作，有啲人呢一刻就未必係嗰種狀態，但唔代表聖靈冇喺佢哋入面做嘢。我見過有啲人好努力，堅持話每個成熟嘅基督徒都要講方言，但我識大部分人，包括我呢個聖公會人，我哋會講呢啲事係會發生，但如果你冇經歷過，唔代表你唔成熟。我其實好唔中意用奇蹟或者超自然呢啲詞，因為自從18世紀以來，西方文化覺得神係喺世界之外，偶爾先奇怪咁出手一下，跟住又消失。如果你問上帝今日仲行唔行神蹟，啲人聽落去係問上帝仲會唔會介入，但其實上帝介入呢個概念本身就唔符合聖經。上帝係無處不在嘅，佢不斷做緊嘢，有時令我哋驚訝，有時就平凡到好似每日日出咁。你提到18世紀係一個轉折點，嗰陣發生咗咩事令到大家對神蹟嘅睇法變晒？我唔係教會史專家，我嘅學識大概停喺公元200年左右。但長話短說，16、17世紀宗教改革時期好多動盪、迫害，大家因為教義意見不合。1640年代英格蘭仲爆發內戰，搞到大家開始懷疑，我哋係咪真係應該咁樣做？到咗17世紀末，好多人話，如果我哋真係信神，就唔應該為咗神而吵架。嗰陣同時有個哲學思潮，如果真係有神，佢應該喺好遠嘅地方，唔會介入世界。我哋遠遠咁向佢祈禱，然後自己過生活就得。呢種係一種政治上嘅務實，意思係我哋自己管好個世界就得，唔好帶上帝入嚟，一帶佢入嚟就會惹麻煩。到咗18世紀，自然神論就興起啦。佢哋覺得上帝係一個神聖鐘錶像，整好咗個世界就由得佢自己行，唔會再管。或者好似伊壁鳩魯主義 Epicureanism 咁，覺得神就算存在都唔會理我哋。好多虔誠信徒想反對，但佢哋只會用上帝有時會介入呢種講法，結果呢種觀念就帶到今日。啲人成日將聖靈同五旬節掛鈎，你可唔可以展示下我哋喺聖經其他部分點樣見到聖靈？聖靈 Ruach 喺古希伯來話入面，可以係氣息、風或者靈，佢哋唔會刻意分開。上帝嘅氣息隨風流動，然後透過呼吸進入我哋嘅肺裏面，係分唔開嘅一個圖像。由創世記1章2節開始，神嘅氣息 Ruach 就喺水面上運行。五旬節所賜嘅聖靈，同以賽亞、摩西領受嘅係同一個靈。五旬節借用創世嘅描述，係想講神當時係進行再創造。上帝將生命嘅氣息吹入人裏面，等我哋成為活人。所以識舊約好緊要，如果你唔睇舊約，你就會變成馬吉安主義 Marcionism， 忘記咗新舊約其實係同一位上帝。我哋係因為識咗佢個仔耶穌，先知道佢係阿爸父神。點解現代教會唔係強調聖經理性，就強調聖靈體驗感性？我覺得呢個係近200年西方教會嘅現象。有啲人好強調體驗，好似衛理宗興起嗰陣，但衛理宗原本係好紮根聖經嘅。我聽過有啲老師話自己受聖靈引導，結果連聖經都唔理。我覺得咁樣好危險，係會導致教會沒落。聖經始終係教會嘅根基。耶穌話要用盡心、性、意、力去愛上帝。對我嚟講，心係情感同理心，意係理性思考，性係個性，就係我嘅特質，而力係行動，好似好撒瑪利亞人咁去幫人。其實聖靈可以喺美麗莊嚴嘅傳統聖禮入面，亦可以喺舉手敬拜、情感豐富嘅體驗入面。我雖然唔係喺狂喜式嘅教會長大，但我同老婆五旬宗出身，都認同我哋需要全人嘅參與。神係和平嘅神，唔係混亂嘅神。我係咪要不斷祈禱先可以持續被聖靈充滿？呢個係雙方嘅事。用我同我老婆嘅婚姻嚟做比喻，我哋結婚54年半啦。我哋結咗婚係一個事實，但我哋依然要努力維繫，要學習原諒、接受同鼓勵。基督徒被聖靈充滿都係咁樣。
結婚、決志、洗禮、被聖靈充滿，雖然都係一勞永逸嘅，但每日我哋都要好似以弗所書5章咁，祈求聖靈充滿。聖靈充滿唔代表你做嘢會變到毫無掙扎。我有時做嘢都會好唔情願，想喊，想拍台，想避，飲多3杯咖啡嚟避開個任務。但當你祈禱，堅持落去，聖靈就嚟推你一下，新嘅嘢就會發生。我第一次講方言，係我要開展新事工嘅時候，有個朋友同我講，湯姆，呢單嘢好難做，你需要聖靈嘅每一點幫助。由嗰陣開始，呢份講方言對我嚟講就變得好重要。你讀過我最近本新書《熟悉的陌生人》，如果你可以俾現今教會一個勸誡或祝福，會係咩？我會講，預咗會有驚喜 ，expect the unexpected。上帝係做新事，不停再創造嘅神。當你以為人生已經穩陣嘅時候，神可能會帶你去一個你完全冇諗過嘅方向。回顧我生命入面，最清楚神引導嘅時刻，通常都係搬屋。有次我哋想換屋，但太貴，覺得冇可能。結果地產經紀打嚟問我老婆，馬基，你係唔係喺度祈禱啊？原來買家接受咗我哋個低價。雖然呢啲過程有時會好辛苦，代價好高，我哋身上都有好多疤痕，但絕對唔會悶。